搿谁都在殿堂里向拉婚发人工，惠州部门到屋里向嘛大家商量，是啊，开州你的花家来嘛马步抬高，搿么有风险个咯，搿么只有搿个一条路子呀，叫逼上梁山。那么顶下去呢，请部门的乡邻要帮忙，都在花家一追嘛，喊着冲到殿堂里西堂浪向拿马步举出来。那么各位穷乡邻啊，来这个年纪，大家一口答应。那么谁多少说啥啊？送这个3盘大盘嘛，大家分，你都可以拿。听见为的紧张嘛，好而不为呢。大家说上，你要加煤块，开州你来，见到真的意思了。龙兴殿堂高登吉彩，搿西堂浪向红辣高手，当中挂好五角子。两毛被大红的西装过门，8年哈哈，楼凤后面鸳鸯戏水嘛，平地离开。来个户卡才有身卡，老板是要开国宝经理行路必听。那么6月过岁西洋站里，差不多人头侪来齐了。黄昏3时发条。那么你们于是要做什么？你们于是啥辰光呢？现在说起来嘛，侪要快6、7点钟，忙身要吐气，请到是8号，等于火把点亮，老有忙过去，像喉咙上一条，痴痴当当嘛，什忙真是谁多少屋里向而去啊！娶亲的大子出盘门固定门夹，到夹土第3家门口头停下来。前头2、3佣人家3才4喜过来旁门一看嘛，师姐，大是谁多少屋里向？副官第3家呀。你说呢？大门关得紧，能来哇？嘿嘿，那里向没等吃喝来哇？哦哟，还不像办喜事哇？嘿嘿，3个4天的人点这个门呢。过里，你关你把门。开光，开呀！谁多少老子真蛮好的，侬记得是乡里人家，许马步说了往街里，那么自家嘛说了靠堂街里，好不得啊，黑楼里张铺外头张天来看，现在听见痴当花轿来，把门来告知讲的，外头啥人啊？你往高到来吧？3才4喜哇？你都来做啥？你不叫讽刺东家民，人家新官人呀，开门呀！是。你多少岁等头想，我观察你侬出来当班啊！高腔当班。搿么两相公啊，发兵辰光，晓得。错过节日不说的个，正啊，快点啊！不，谁多少屋里进上来打到房间里一看，许马步8头8杀，浑身3把，一身松哈，我就今朝个出去好不行了。马步啊，许马步那上上心事。为啥么马步做子几10年，大山上面是经过子发射，就说抬高了，还是第一周呀？真家伙啊！一个子创新往高档，等媳妇去拿水上了呀。说你对这个老太后，眼瞪瞪，看见老人进来嘛，有什么个？老人啊，马步啊。是往高花家来噻，双毛。就拿我今朝心里慌得嘞。就你不能慌，你慌是条龙江官。跟我是搞做不动去呀。马步你妈来起来子。你那个会？你来这就商量下。你这个安排个去做好了。马步啊。痴当么花家来，以何节目抢安排？8头8子啊，勾上当队，冲上西堂，立刻大喊：“谁是王氏？后座飞位，将枪勾上，弥天大人，差得你那才魂不熟，看来。”看，老师呀，你要么说我等些带是往高档，啥辰光还太深呢？那电视那花轿一追，总想你马上冲到殿堂里，弄来追出来。
那么在这个戏堂上，如果过去新娘长里嘛，侪是自家人能认得个呀。说是说该。李英儿，我怕举兵来，我龙心抵挡，头头嘛来把位。几枪四棒，气势雄伟，别了往昔当面人才，只有王爷靠啥富贵，你那服服帖帖，我那送出来。老弟啊，哎，你都不还放啥个？那我为狗子点了马把里，我又不都开啥个？那定心不会把那个斗起来，麻烦那得个，这个法子不这个领退。领退来不是法。不过不晓得哪能你今朝太高了啊！我说我心里向有点浮然。你昨天也内心不定了啊！我说我心不定。啥天啦？你我两人牛肉飞白，你去太高，提心第二代，往生年轻，33岁，有才有势，高大八分。你心思非要活，小你多开。倘若你高喜珍珠。我谁都这样做个张多多白。把人家的眼明来，我是多少小个嘞？你摆上。还没讲，啥天么浑身水巴拉黑呀？什么那家子里本人一张飞出事体个，上浪脚步，房间侪都睁开来，脚步身上一站，房间一挪么，跟这个谁多着，忙进课堂里来。是到课堂给的。我对小读书多啊，那是新先生准备要上节子。我们还往里开大门呀，我叫他进来玩。是吧？花家进来要看出办法，法子来这上。小读书多啊，你走廊上有规矩的，花家不足先进大门的。啊，一副真多新娘娘拿上节子，没真，个楼梯上去出门的个呀。是吧？个楼梯上去嘛，不吉利个。这俺都怪这个花家上岗穿脱，前门带了个大门，这个叫黑龙门西青啊。是些，所以各种规矩个。啥子你都分天地就管，不是让新娘娘上节子，像下面点狗出笼子哇！过来，给我前老人帮忙看呀。啥意思？来帮忙。吹水不撒讲，上个家刚哈水脱。上家门里嘚一揪，下家门里一头，湖水被挪脱，家门对着谁都在屋里动门，一切才是海上来相关，谁准备好了？快点啊！谁都在那张扬，又看没哈？打开的门就是花家，死也不进，那么是我门手起的，门嘎头来开。哈哈，侬谁都是浑身本来拿出来的，养的呢7能上8能多，今朝你要出高了，三个骨头都主要身上块肉啊！妈不，磕头两三年。可不吃呀，不过么不是呀，搞可走吧。哈侬啊，不能够自家神仙在，不能够等到屋里向在斧头皮扒了石头光啊在。哈侬啊，搞过去么三夫三呀呀哈哈，别为这一句话脏脏扯，本高要神不交接给。马不，地当里向石头里根本这个大洋不走的，可决定眼睛啊！我不先叫写出来。你也站起来有情头给。马不，上吧。徐马步轻水轻脚在家子里身体受定，快放进往正对了，啪一对，谁都在水弄门，砰一回过多手。小读书多啊！那是新鲜在了夹子里向的。给我们再帮忙捅个水来，通好了，夹子捅出来，上岗抽好，一切才是的，夹子杀鸡脚让你海上好啊！谁对金楼开的啪，哦，真正叫哪嘛？说得王家当定下来，大子拉大门外是锁土壳两旁边相开，搿件夹子谁要到里向西堂天井里向落平。新娘娘翻水出来个，花家里多熟悉个，搿里有名堂叫门前。昨天门一，下饭嘛也门过水头吃起来爽口。我新娘娘夹子里好像闷刷台里嘛。等了屋里向种爷娘欢喜的，自家么神心的，夹子里熟悉闷一闷嘛，闷特的好气，自家嘛可以下来分人的。其实今朝么来进对过，
那个是闷，马步过后也是扬，出来吃起来也是结棍。搿一时落脚过水，夕阳灯白，外头对个秋子蛮吃力个人，围住王家店当每辆吃茶，一辆卡米侪休息。反正花家一进门啊，搿一点吃西酒吧一搭在浪起哄。老兄啊，辰光不在是喂，我都是喂。花家来嘛还包档是喂。哎，那不神不像个呀啊！搿张理你张理，老弟啊，这张理好家伙，这人说在。一身水来当背，头浪像天来头子的水来金做出金火，身浪像有石头子海青，不挖不骂，肩杠几颗红罗千斤，一个大个红个球要当选了。那么三多啊，准备，上在哪里？一代红烛照瓦当，两斗金花立两旁，三牛角的立口中，四季花开十东方，一群新贵人走远，二群新贵人，三群新贵人，一个佣人都张望给东家，节日一到出去把档来，小天才。哦哟，今这个王义人对呀，对的呢，要抹上回转山门，他妈个狗戏呀！谁都这老江湖想办法老官困扁了个头，侬不叫有人能死鬼太母，今朝这样看，我们连农山叫包场做亲，哎呀得意。王氏今朝身上一身大打扮，头上梳毛毛插金花，身上红袍腰围肉大，脚浪向粉底乌靴。搿里五百公民可不怪，3年唔多些，任何人搿套衣裳还扎一扎。现在听见包场声，轻不离实力个力起来。那么在龙江讲了啥地方？李三一人呀，别金别服，浑身活络，一身大打扮，睡觉会得5把尺。像铁脚鼓上，一路上贴出来，是贴得似的西塘浪，红酒台旁边一立，莫不下日一面孔新官人们登八堂。山里的一浪孩子，送我不起早康复，居然是美金上府，西某前世受红叶，出品中西顶红楼，三千新贵人追呀！新娘们！哎哟，这种新娘是喜娘般了，风云让人。今朝上午一身心，杀光地方一路，干了自己了，酒店去出来一回了，风地拉拉街，一到此地天晴一看嘛，嘎做嘎满来，要紧打招呼。哎呀，对不起，娘开的娘，都是俺。对对，娘开，我不来听娘开的哇，娘的人龙拿出来。叫让人帮忙，上岗哈去脱，上午门里去脱，那么个新娘打上2步，哈，搿两水偷进了里边，拿一块浮水杯。那片奴在，里下须马步身上才是一个人，浮水杯一吐嘛，忙真假是我的。这不，叶子不来说出来吧，说是俺家好杀人，搿个是俺也真在遇得好了，上面须马步浑身血巴拉黑呀。像不跟人一杀，飞去呼见，这可惜脚子像杀一道曝光，杀个老巨噻啊！哗，一阵露热呀！新官人一面红灯巴掌，哇！说的，又想口相呗。经常一身大打扮，要东张西望，不让讲句闲话，杀头狗呢，不像强官。看么不看，想说也想官。昨天有露热，不错呀。我他是部门外是一只钉。面孔叫标志的，今朝浓妆艳抹的打扮，标志上的还搞个漂亮。哎，这差不得，啥子新娘娘呀？有坊间对我面孔看不见的呀？昨天里都露着哦，对子，从打出轿子的辰光，身头切搿2步路跑得脚，所以了出轿子虽是个满堂菜，恶心啊！嘴里不想，心里朗想，这个是哪家的福气呀？这个王先啊，那个石牌啊，今朝来回去的。搿路上声音分定嘛，搿对户口口在眼脱个啦。
搿么肉叫过手，本来上吃八堂七千人个八堂吃子，西是人讲的。现在看见个锅上一好，至少是条件非常的吃啊。八堂吃子不吃，是西人个火锅那个头鸡拉巴的呀。徐娘娘当冲在西堂上，一看嘛，红州对半比厉害个人，说嘛红白新姑人打白皮识得，本是光鲜。今朝我这个欣赏来，所以一面一哭嘛，一面骂，让人扑过来了。嘿，上来起的冲来个军，吞刀为师牙踩根，国家上路但是嘛，上街背上，下街冲上那张贿赂的王小要眼个了。新娘娘吃饺子，看见新姑娘，哪怕心里激动，顶都扑过来。哦，马大人，亲爱的，真的亲爱的呀。那现在来只贿赂的，那么个不是？头回出来一口嘛，吓得王三吓跳起来，把头一巴掌，一个姑嫂娘娘，你会到你那耍个地方来啊？徐毛不想，这个辰光反把你登门啊！我害我也抢了一前头，一个少年，不许等我！你口中这么上有种啊！今朝得为我抢得来管？那个人啊，不认得来，哪会得努力抢得来？我是个谁得来干？花钱是侬我对得来管。你看，搿种上面拉开始来做啥？你想包堂做亲吗？没喊，包堂就包堂，不做来单身这个相机。这里不包，你得我黑娘，我得你包堂。跟哪害怕呢？我自己23个龙江上，搿张脸好家伙，这样嗨！新郎新郎红当当，新娘浑身白衣裳。生日喜事龙不清，不晓得个的啥名堂？背那个死去了背，还是我记得姑嫂娘娘包堂啊！嘿嘿，董娘娘，你到底是耍的样人啊？哎呦，真功德海了你喂，闷得出个！我少的娘娘你不晓得，你们啥个情况？我们家徐阳是男人妻子18年，冰清玉洁水果上，做娘娘。头浪向红头人才分扎一根啊！今朝你拿我抢得来，哈！一包当做菜，我还有面孔见人啦，我非要我这话，哎，我该听那是挨到地方比西堂比哈堂子哎！徐马不不讲，冲到西堂上嘛，才是那个时光。搿点胡卡张力落脚，谁不得瞎眼个？大家别心，你一口子唱独角戏，爹家大地，一点没靠亲人呀！哎呀，亲人亲人哎呦，那是挨到地上出下上手台子喂！我是从亲人们名归因，清清楚楚带我来做媒人。是我的地为你寄情，那经过口语还在高人，我心有够上谁得了娘？用苍蝇啊，不许里飞进门。啥里本来干混特人呀？现在一看要死夸在虚毛布啊！说牛水锅上面水带来你的钢丝3个水的上坡。按照谁都在这第四岸这样，对，说个穷苍蝇啊，不许飞进门，谁都在摇人的屋里向背。我们这个声音说的啦，眼色一关，哎呦，这里身上人得怪，那是一个吃酒朋友啊，一个事体里才晓得个呀，哎呀呀，倒有点美味的，再想来的说，你晓得，我是也不晓得，来我呀。这满上父母花，今朝头发头总归出水个子，千不老得着。哎，马上你这回路头，我够上睡得了一场空啊！你家抢我多少嘛来做亲，你家有财有势来欺负人，我当你懂得公道去，你必上再见嘛再费钱，阿晓得么毛病是要打我是总别亲
为与热心给乡邻来做见证，听凭姑父来判断年。来看这场官司啥人输来们啥人赢，哎呀亲人这个冲过来嘛，随侬往西追我兄弟，做这个新妇你不让女兄弟们做人做这个人啊！大娘娘，你放手啊！你放手啊！放手呀！来分帮我回呀！我等你过了去，一大西！大娘娘，你媳妇那个，这大娘娘说得太轻声啊！哎呀，灵啊灵啊！这听我从律十分明。各位妹拼下了多家女，两家子已订婚姻，今朝是今日两人弄个新娘子，哈出天宝地结成婚，那还为得阴错阳错，我在头上家我错没的帮着回去心。我是回去心啊！那个不是讲美啊，那个是讲自家三个帮着自个杀追心。什么事？我是杀追心啊！那是头面闲话一说一枪，肚皮的蛮清爽，嘴里十分明白呀。女兄弟总归来口，大娘娘，你放心吧，你放心啊，放。那你给他讲不清楚，但你妈妈你结果，请大来要公道。不理上，皇上结果实际上公道。那么王谁的管好？什么金家太高之部门，明媒正娶，正大光明的事体。上人阿爸亲口许婚，大小婆送过两折，每年爸爸能高，你的彻底上名的，想到的理直气壮，用地力努力一上，你等我放手。那有大人啊！你打不走，你打不走。自己讲得清爽，讲得清爽，讲得清爽。谁的事情？哎，东哥，你这两个山东人、九龙人，这大娘耍个地方去弄得来个？这些谁都怎么弄得来了？哎呦，不是个谁都是黑龙门贴个板了，跟黑龙门法刚刚。东哥，娘娘们谁都在屋里上街个呀？是现在在屋里弄得来个。啊，我一听发觉啊。不离龙青上来，在屋里上街，你吃亏个，俺啥的？什么的？门头吃个，啥然后上街？你不晓得？哎呀，你怕子呼街是来这样的呀？做娘娘，女人妈妈本不乖个呀，带带东，带带西，带来带去，带带西，都在屋里门口嘛。我实在记不懂这样，本都这对不清大街子里面对劲。我刚当个完，可哪个花轿是去这大姑娘，不是抢的大娘娘啊！我一听得出怪，抢亲人民来想，我就啊！呼，你口口个虚毛布，咣当咣当，其实心里浪虚啊，少听那外头声息人话，这乡里那新娘不来个呢，我上一股子菜下去也太厉害呀！我们又没人帮忙，这还硬撑呀！哎，相信人民想，我就不叫百分，当然没百分。不许考！那你晕哈？到现在王山头皮里吃个鱼虎中商量，那你是讲我谁多着没好啊？你请我吃个饭店行不呢？啊哦，拿这个2副盘弄个锅上来。
可不想想谁多着，我也不是好吃过次。哎，我王姓王指挥从淮州到此地守军当兵体务，高档有得100多万，不容易个，不好吃个。今朝你要实干嘛？你非要怪我？我弄得叫到此地来，事体门清爽，2个木人困一困，送信都有我们，还要试试看。领导，是当初部门，我现打扫叫得来，现在忙着我。哟，许毛不真个这个，可乡里拿回来还是多在，被乡里哗啦啦啦的，那么好的王先们，你还干理不个事？别上山山是中相信，可现在你还来这一股子来，非上上我闲话特天讲，不离背来出头时，你刚刚还干你不个事呢？骗人财物，名人代价，这个一切一件太会得到啊！许马武觉得了，叫我哭子出来。哎呀，那么见我那还龙八呀！你非要这本出这个用用卫生来噻，这上啥面孔，东家都是地不好噻。啥个事体？部门高头乡里神山人还结枪死帮的，你都让说来强抢民女，哇是多风水，要当心地道门来噻。可不阿人大惊。那么人多过不好嘛，那个地道门要将鬼好，你都让外头往大大黑，要那个高上人风出去，假如说来不放，你都冲到里向来抓。一把抓了，又吹那个筋，剥那个皮，我要拿那个头发啊，剃下来翻面呀。我这个头发可以翻面袄啊！因为那是灰绿的，这个是绿的嘛。放那个屁！那你都是呀。还已经这哪桩事体嘞？我刚上来千万分弄清爽了，一弄是点乡邻来。这有一对早有知，我大概从乡邻上都讲的。领导，当我去弄老岗位县多少抓得来啊？这谁们多多的班委一万飞出去个。哎呀，那么弄讲，用人出不出去，谁都在发大上，理不来是体弄不清爽。我工商到了此地，还是样的，我各位中乡邻保卫个龙兴地道嘞。接得个王水，在那个西藏了多走是一走，刚刚才给我把那个巨大象啊，把那个巨大象啊！刚什么特了呀？听见乡邻他们的立到一来，俺听见乡邻夫妇呢，过得来到你讲里先走吧。来我呀，叫有理没理，出了中间之地。西藏啊，来呀，大山呀，小小，叔叔爸爸阿哥兄弟的，你都来给我出来，帮我高举步公娘。上人过起来讲，搿边我靠守卫的清不晓得，出来讲闲话，一句特体把你说来是杀不脱个。哪怕搿边老酒过水，西娘站立，但谁都在虚马不一带我那代的，但那个老板也没家人个。那么周有的那种老板专门这边呢，难得上这部大不要紧个，特别是个站立，但谁都是吃嘴来朋友。好帮忙，总归帮忙。好子吧，哪位娘娘说算呢？那西塘上哭天，那说算了呢？马步一听嘛，哦哟，帮谁来着？呀，也不是老爷来哭，呼家子，侬我对得来关，啊是啦，那你给他讲不清楚啊？我带你俺们去击鼓，请到了要公道。你别击鼓。你那边么苏州府有俺们多出进来破阿呆啦！不破个，击鼓打官司就是打官司，没道理个。别讲你那边啊，真正打官司嘛，那要是干。那个讲唱歌上出来大名个丽丽个，还是大位娘娘还就商量。你是商量对着，还得唱歌上上人民。你要别玩唱歌上，是唱歌上，这样上山歌上啊？跟你那边人错是嘛哈是吧？啊对了。你那边外公不去干，我公么谁干？是，事体大家好商量，啊！你那边你那歌上唱在西塘上了，错头。苏州唱歌上不大有讲，这个那个老百姓懂中都不是呀，哇是多风湿的，本来现在唱歌上一趟头，老人们大家唱歌上，不是他怕到下来，踩他脖上，绑飞出来，苏州个风湿才不能破啊，哪怕弄到皇帝门前嘛，那错心。这个么真好人，现在辰光了，你来提醒我上，唱歌上错心，不晓得你那么弄错，搿种白话还不是个么子呀？现在新法的讲叫千变母子呀，搿你领不清，当你好人，立刻列出来提醒我上，唱歌上错的。
我分享过上，现在过上了我西塘了，我讲不清爽了。弄到我们里向，要挣税挣，要高税高，大数码朋友面孔一般是，反正我8万家是1000万家啥弄得光。实际上，俺公不来，还是我公，对不啦？人的错，那么上当。大娘娘，今朝千错万错是俺家的错啊！去打打，再弄点送出去，再弄点送出去。徐马虎一听不让我来这位，根本我顺风不为啊，吵一吵。什么呢？送我走什么便当？哦，要我来就来，要我去就去啊！我不去，我死了给他便当里。看这位神仙的话，你来北京场是事故车噻，你来北个我讲的实样子为哪呢？那随便上天么讲下子，你来北总归答应的，对，这总归答应的。有啥个要求么？来提上去。后空担保的，开着讲，怎么的？不是我也讲啊，便当里来北关在我讲讲，大家侪听见讲，是？怎么我也讲噻？啊，介绍呢，我隔里，来打个听不噻？别是隔里来，我那是隔里弄着关。大娘娘，那还讲？那还讲？你今在桩事间错推了错推，你们后做非为，退还他。光天化日千沟上，上风爬入屋里去，倘有疙瘩公道了，确实你们是你不是你也生完了放。虽是说过地里弄个道理来讲，谁来厮杀人都让，四方台子不放理，推得开就得光。只怕激怒害人一头光，顾得来开战袍打地当，出御车学地当。我乃新郎的衣裳，谁不光一错，错得那几个啦？风里去，雨里打，日里说，腰里拉，将那风狗骆驼身上皮一张，这巨人一名，三个杀一肉他。心家，你们约我把许，答应我是谁？上只要8日王家对当53桩，30桩我也可以答应。我大娘娘，哪3桩呢？搿第一桩，第一桩啊，为内汉，搿点乡邻，你还要亲自都收起啊？夜里都收起，出没总要许许牛个娘。你们上是欺人，上天理，部门啊风事，谁不你们铺瓦挂，我挂乡邻呀老母亲，中农那位气候呀，你呀现在面会把欧康。最白才是结姻人哈，要请酒啊！部门高头乡里面谈论的，非但请酒，我可还办不是了。干嘛还要请几桌酒呢？你那不想干？哎呀，叔叔不中间这个看着做，要10桌酒啊！做行为15路还跑跑位置出出过个来。这么大娘娘，还要叫我同你一桌酒呢？高的嘛。
那么呢，你那边上面那人，太白水是拿不出的，有些啥是要送点的。我讲不太对，哎，就拿当得出点的。不称不挂，50两一桌。10桌就是需要500两银子啊！便宜个，冲进来当光差价地皮光100-200，便宜个。哎，500两买个太平，便宜个，便宜个。哎，那么第二桩呢？讲起第二桩嘛，眼里可不光。你不要哭的。不言山风声忙狗，我们吃上手水海大，三针距离明白，乃是不过三江与偶然，强逼我们八大，害得我们取名呀！哎，破坏名誉，发难起三八方。少八方，搿种事体我讲弄不弄来，不来不要紧，还管着个呀。搿难管着呢。咦，豫章收不着，随便说还银子收来收个呀。比方上讲，凭我1岁年纪嘛，发特呢。那么你那边养妹子个，三大保护实在大大点个，这啥地方分量重点个，对，还不太对个呀，对了。搿么这个平常收还收点，我1岁嘛收100两。 1岁100两，搿么多两，你阿姨叫我年纪了呢？谢嘞，几岁啊45。搿不就是4500两银子？便宜个，那就是便宜个嘞。 12岁的窗门抽奖抢过上，1岁要200两的嘞，抢到个蓝过上80岁发贴1万6，今朝呢抢到个赤皮上这个0.2分的便宜个。说书记抢过上有当然噶。 哎呦，这下都不要接004米过，哪是来不及的哇？从前200，今朝100，打个单子，本来1万6，今朝4002分的，10元一片嘛。便宜个，就是4000。哎，搿第三张呢？讲么讲3张，去毛分心还个呀？前头2张5000两看上去，再也看不到有点看我，这个。 为此里大姑娘2腿多，混蛋蛋嘛！第3张里个小气，第3张便当给不出来，答应。搿便宜个当嘛，俺个哪我都不答应呢。嘿，人家便当，你们从马上海，我个孩子走，把头把啥带我男人个文武。 开箱头花钱粮，当家后请里来牛粮，杀得你们巨猴日嘛，去干营上，免得那一天天所去见你王那个孩子，你当干？ 我可是个大老板啊，办好吃不好困不好就你那被孩子个那样想的嘛？怎么呢？先举务上来，我做我副官噶。那么是啊，要么我们来当这个油厂嘛，孩子们只能背个昂头翻起在，个衙门那么翻起在，前头屋里向娘们在磕着个头，背个谁么收收在，个两来可哪呢？吓人呀，吓人！哎，宫里个面子，北京大门外头侪不晓得呀。 这个别人不晓得我啊，他到啥问？头边往西水起了，水得更浪得了。不晓得大娘娘肯答应。那么就便宜点吧。哈老bon子，顺风风特做也翻手干。那么就看那面啦。哎，非是不答应噶。便宜点吧，便宜点。这个加上那王家里，今朝嘛，本来他个便宜好。总算便宜好，他上你肯答应？领导，带我弄块麻布来。不来的呢，不来的呢。苏满只抓来，苏满一头，咕噜噜噜，不知会到啥地方。对浪把布捏捏，这个身打扮实在我才清。对浪西巴身浪羞红，尴尬子面孔打上来。
娘，娘了娘了，哎，亲娘娘了上头啊！你是哪是嘞？王仙王之贵啊，哎这亲娘娘可的哦。哎呀，八岁八岁，王仙立起来看，这头面是人家记者风上对了对啥个事体啊？咦，最是了，十八方东的三分本我了我。关心这个呀。分我啥人子不肯动身给领导，张王给侬5000两张银票不动娘娘。晓得要记得张王给你拿上银票过来，那我现在这银票身边康还没康不？是在还追在，这三年往家里，今朝么别人来了，别人来，我做这样参考上，也参得你差价地皮，我讲我做不够的，什么做枪？哎，今朝叫你大娘娘出此地大门口啊！我讲总归是别人的。哎，伊拉边那个鸡啦，这样的人不是各种别人好将来有得他嘞。领导来啊！去大大送大娘娘出去呀！晓得。咋里为了害了呀？后天西的乡巴堂抢了一个活狗上，发他银子5000两，10米当着口桌讲，需要被总批结束。